平方 square foot 迪約樓盤傳真。歡迎收睇樓盤傳真。標普分析香港房地產市場面臨供應過剩，影響地產企業同銀行。政府即刻反駁啦，話空置率低，預期今年樓市都係平穩。咁樓市靠穩一段時間，似乎有望見底，但亦都同時睇唔出會重拾升勢。嗱，呢啲開放式單位咧，大劈150萬，相信都有唔少人問㗎啦。條印花稅數點計先？咁預算案可以話係及時雨，呢一啲開放式單位嘅原價都低過400萬，無論如何都只需要100蚊嘅釐印費啊！嗱，100蚊釐印嘅適用範圍咧，由原先嘅300萬樓價提升到400萬，啲細價樓嘅問盤量咧，即時都有起色啊！嗱，單靠印花稅嘅新稅階減少買家前期壓力，咁對於整體市場又有冇啲咩帶動作用先？咁我哋統計過啦，過去7日咧，其實400萬以下嗰個二手交投咧，大約就有28宗啦。咁當然呢個唔係話成個市場啦，即係我哋暫時錄得嘅嚇。咁如果相比起放寬之前，即係財政預算案之前嗰3個禮拜啊，平均每個禮拜咧只係有23宗左右啊。咁呢度講緊咧就係升咗係22% 嘅。即係2成左右啦，交投量啊，個查詢問盤啊都活躍咗嘅，咁其實都算唔錯㗎啦嚇。咁你短時間內即係一個禮拜之間升到2成咧嚇，咁喺呢個市況之下咧，都見到反映到嗰個措施個刺激作用啊，個提振作用係有嘅。依家一手咧，其實即係都係好旺啦，咁當中好多其實都係一啲細價盤嚟嘅，咁嚟朗天峰啦嚇，朗天峰好多都係400萬樓嘅啫，呢啲都份。成交量未可以即時提振，但都有個別例子反映政策嘅成效。屯門蝶欣亭2期9座，一個低層2房單位，實用大約381尺。業主原本以410萬放手單位，議價之後以380萬市價售出，尺價大約係9900幾蚊。